早啊，小姐。早。今天洋行要开会，我出去一趟。好，车我已经备好了。谢谢。嘉浩，小月，我在洋行的眼线说欧阳山海在联络一众董事，可能有所行动。要不，把洋行那帮老头子全抓起来？洋行的董事都是我的叔伯辈，不能乱来。如果我不拿到二叔对洋行不利的证据，他们也不会放心把洋行交给我的。小姐，我知道欧阳山海有个账本，上面记着他走私生意的暗账。或许我们可以接近欧阳山海的身边人，拿到账本。当真？欧阳山海有个情妇，是百乐门的头牌，叫红牡丹。只是接近她没那么容易。我知道怎么接近红牡丹。今晚我去趟百乐门。我会陪你。百乐门这种地方，鱼龙混杂，还是我陪你去，我安心一些。老大，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，红牡丹的卖身契。你找个机会将梁家豪调走，我们的计划一定要万无一失。是。去吧。嘉浩，我们走吧。怎么是你啊？方村里副官来报，码头工人暴乱，赵督军赶过去了。哦，这么不巧啊。今日去百乐门，还是我陪你去吧。好。哎，您稍等啊。每个月5号是百乐门的舞会，这是我们最有可能接近他的时候。今日舞会，谁能拔得头筹，谁便能与我同饮一杯。怎么样啊，秦大保镖？你会跳舞吗？爱情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男人不过是一件炫耀的外衣，穿穿脱脱的随意。爱情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，杀死人不偿命。男人不过是别紧张。我怎么可能紧张啊？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，跳舞可是家常便饭。
喝一杯吗？荣幸之至。这位爷看着面生，不常来。头一次。那今儿个怎么想起过来了？被人逼的。有趣。不敢喝。二爷交代了，顾明阳这个女人身败名裂，名誉扫地。这事儿容易？这不是巨富洋行的欧阳小姐吗？鄙人刘小能，通运洋行的刘爷是我父亲，一直听父亲提起。今日得见，幸会。欧阳小姐一个人呢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到化妆间，那美人。哎，让开！欧阳小姐这么不给面子吗？巨富洋行和我父亲还有生意来往，看来欧阳小姐是一点儿跟不上。你想怎么样？喝了这杯，就让你走。欧阳小姐好酒呀，请。我还是头一次在百乐门遇到你这样有趣的人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故意接近我？哼，不说。外面那个小妞跟你是一伙的吧？这百乐门到处都是二爷的人，我一句话就能把他绑起来。到时候看你说不说。我可是二爷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我不想伤害你，我是想跟你谈个条件。我的卖身契，你想要什么？他走私货品、中饱私囊的证据。秦继峰，干什么？来这种地方还能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！ 啊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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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种地方还能干什么？
你！好人为爷，我错了。小命是小姐的事，休要提。没事吧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我好难受。万千。小月，府里下人说你还没回去，你没事吧？小豪，小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谁欺负你了？啊？秦志峰！不是小月的保镖吗？这就是你保护的结果啊！你说呀，这就是你保护的结果。小豪，小豪，小月，不是的，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，
让我再看见你。娘，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？老大，老大，你又受伤了，要不要帮你上药？没事。账本拿到了吗？老大交代的事儿，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？果然有军火走私的生意。看来欧阳山海这么多年没少帮他做龌龊的事。老大，你真没事吗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。臣妾，我们选的本就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拿回洋行，我会遵守约定，嫁给你。太好了，小月。那晚上我在月光饭店等你，你一定要来。
小姐。啊，红牡丹的证据我拿到了，但是怎么？欧阳山海好像要开始行动了，他现在正在赶往洋行召开董事会，恐怕要提前把洋行占为己有。我在月光饭店等你，你一定要来。欧阳山海还没资格接管洋行。月儿，张叔、李伯伯，你们都是洋行的老人，也是看着月儿长大的。月儿，求你们给我做主！这月儿，这老大，快去扶一下。月儿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赶快站起来！啊，这怎么受伤了？二叔他为了争夺洋行，在灵堂上开枪要杀我。后来在百乐门，在百乐门的时候要找人侮辱我，差一点就……陆夏月，她可是你的亲侄女，你真下得去手？她是口胡诌。谁家清白女儿会拿这种事情胡诌？二叔，你若是一心为洋行好，月儿不与你争。可是你借用洋行做走私生意，中饱私囊。为了父亲，为了各位叔叔伯伯，月儿不能袖手旁观。真是的，欧阳山海黑的每一笔钱，账本上都有记载，各位可以一一查阅，上面有他的印玺，做我的家。这账本是真的。动。二叔，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想堵住所有人的嘴吗？欧阳山海，我们知道你是红帮老大，但是在这耍横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来人，把欧阳山海赶出洋行！等一等。我自己走。各位叔伯，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说：“巨富养好，不发国难财，不做无良商，清清白白，无愧世人。”鱼儿希望继承父亲的遗志，正大光明的将洋行经营下去。请欧阳小姐掌管洋行。请欧阳小姐掌管洋行。
嘉浩。我早晚都会让你们一个一个都死得很难看。大人，您消息还真灵通啊！我刚从洋行被赶了出来，您就大驾光临，这是要对我动手了吗？我想，大人应该不会对我动手。大哥给大人写了一封信，要是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大人，您也不想惹得一身骚吧？开个玩笑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，很快我就让欧阳月这个丫头从红城消失。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约了嘉浩，你在这儿等我就好，我自己进去。好。嘉浩，小月，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来了就好。我给你准备了。哎，嘉浩，今天沙二叔突然召开董事会，想要继承洋行，所以我来不及通知你，就带着他走私军火的黑账赶过去了，把他赶出了洋行。你去了洋行，赶走了欧阳山海。嗯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？你应该告诉我一声，让我带人一起过去，一起收拾欧阳山海那个老家伙。嘉浩，想要拿回洋行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我知道了。嘉浩，我知道你也是担心我，
但是拿回杨豪，小月自己有本事，不用我帮忙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嘉浩，今天是他陪我去的洋行，他帮我。我不是说别让我再看见你，你怎么敢回来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小姐的保镖，只听命于小姐一人。嘉浩。